面前面就会哦，那有灯光，那你的物体在移动，所以会小心一点，注意安全。我们这里有一个灯光哎，哦，在六号轮回很黑暗的时候，先佛因为起了印象，要救谁？就那个有光的人啊。哦，那一有光，他就先拿你救啊，因为知道这里有人嘛，有众生嘛，哦，好，所以我们学了他之后呢，先佛就能够先遇到。如果今天我们又来清口，哦，我们又来清口，哎，那身份又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身份不一样的，那甚至呢，我们好像学得到，或许印象中啊，哈，各位贤姐可以再纠正，或许印象中从学得到我们身上有插那个黄旗，哦，黄旗，先佛完以后还要救人哦，就是看那个除了脸上有光的，会跟有插黄旗的。然后求得到的有插一支，有青头的插两支哦，然后有怎样功德的头，我那个功德又不一样的嘛哦。好，所以孟子跟我们讲哦，今天我们在学做佛菩萨哦，在有智慧的人哦，所以有智慧不如趁势，所以有志气不如爱己哦。就算我们今天虽然我们的智慧哦跟以前圣人没办法比，对不对？老夫子的智慧多好，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多好啊！可是因为我们今天刚好出生在白羊期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先得后修，那好先得后修，是有资金，几乎都会先减，那起码不低，对不对？那有的建厂的哈，那个后厂，请问现在适不适合？是。起码不低啊，还要拖那个种稻田，种稻米，现在是不适合拖？不适合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细微差。春天。对，资金就是也稀啊，也那个农具啊都很齐全哦，什么都有哦。可是就算他的农具再齐全，他的田地都准备好了，可是如果他没有等待到春天，你想讲较早前较早年，已经会忘嘞，真会忘，无着时嘛，无着时，哦，所以就算条件再好，他也是要等待的时机成熟，他才能够怎样？那个人家说事倍功半，哦，事倍功半。现在种不会比较好，哦，等了2、3个月过年之后啦，哦，春天到了再来种，不会输人家，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哦，哦，最好的是就是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努力了，英雄何类准备啊？平常就有在养生的，请问哦，平常就有在养身体的人，有在运动的人，饮食有在注意的人，他的身体健康都没有在这个比较好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平常就有在注意自己的脾气毛病，脾气较少嘞，我们买啊这，们身体嘞，身体伤，心搁伤心嘛，伤身又伤心嘛。好，那平常就有在准备什么事情？准备我们修身齐家这些事情。会写什么？会写的数学好吗？不好啊。数数会不会？会。里面光过了没有？光过。起来下来。等一下，当后学生看这一台车，会有人下车，有几个人下车？月亮的家，既然家在楼上哦，然后
你呢？小朋友而已，就30几个。哦，小朋友30。年17、36，上这边呢，38，重点不是几个，这么多人。后学的重点不是几个，因为后学也没有数对过了，后学也有数过34、35、36、37、38都有了，重点不是几个，后学的重点是这台书，一年当在30几个。一个时期在沟通的越野车那种，对不对哈？这种车各位通常可以在9个。差不多了哈，因为那个正常的那个规则。那重点也不是它可以超载，重点是它为什么要超载？穷了。听懂吗？各位同学刚才有强调，这是一片什么？这台车在这里听到的，来上哪里？上课。在读书。一片荒漠，可能就这里的学校而已。这里的小孩工作就我们这有没有可能2个山头、3个山头，还被同时说对面，还被对面，还被现在听那条路来到这里。所以一定要自己去接受，对不对？但是荒漠的资源有限嘛，要我来说才了解好，不要说资源都很有限，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有几台车？有那台车也很辛苦的，运动员多的呀。所以那一台车要去带小孩子来上学，来上学是这些小孩子人生的希望嘛。因为他们读册了，他们自己他们是以后会较好的头路对吧？他们可能就能够换比较多的钱来过他们的人生，来改善他们的家庭。所以现在囡仔伊嘛知影讲，要去小客辛苦的。咱要去坐公车无？完了辛苦的，但是他们甘之如饴嘛，做台湾，因为一直都会辛苦，咱回来我一时会苦嘛，所以他甘愿。因为知影讲这公车嘛无坐去，来就用。他要行开偌久唔知呢，所以他宁愿忍受那一时的辛苦，换来以后的幸福。以后各位情形，但是他在循环的，这类型心情之后，也是一片荒漠，有没有？生死轮回是一片荒漠呢。心中无明的时候，就是一片荒漠呢。好，那我们来同修共奋，我们都坐上了这一艘白羊马船嘛，对不对？在6道轮回里面，就只有这艘白羊马船可以坐，就是有我们老师承受了我们的天命，他所办的这个白羊大道，能够让我们超生了死哦，听到吗？我们前面都讲过，咱一般的然后咱来去朝鲜了死，会生卵乳名。咱毋捌听讲有一个人去其他的宗教讲，伊会让我们超生了死，生卵乳名对无？你毋敢讲嘛，但是因为无道啊，你毋敢讲啊，讲了也真正无人听像我们前人都说，如果道理是真的，他几十年来到处跟人家讲说，全河道会生卵乳名，会超生了死。那么多已经回去的人，如果都没有超生了死，那前人说，伊若人来咧运动，都会人来甲去网咖，对吧？如果道不是真的，他已经录了那么多人了，那这些人都没回去，那他不就糟糕了？但是他除了道路人，到现在他还是每天都很担心。道是真的所以最棒的时机就是现在白羊普渡的白羊普渡，让我们可以这个9泉7主都沾光，这是老虎娘对我们最大的